感谢咱的司仪哈今日中华民国不管到我们王理事长个荣誉理事长韩老这些贵宾包括我们林佳龙市长魏明谷县长个余县长这些贵宾开始我就以称呼咱这些贵宾以及咱所有的前人、所有的干事、所有的道亲、所有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好。真欢喜来参加咱中华民国这个一贯道这个成立总会成立的30周年的感恩大会在此呢恭请盛会我甲大家同款，抱着祝福甲欢喜的心呢来祝福咱一贯道这个30岁的这个生日那么知影，尤其是这30年来阳光真无简单。比较早这个威权的社会、威权的政府没有所谓的这个角色或者是宗教的自由我还记得那像我们一贯道1988年成立，阳光当时这个宗教是受到压迫，无法度讲自由来参与。我会记当时我学生的时阵，我嘛是偷偷去听道所以让我了解一贯道那当然，我想，尤其这几十年来我们也看到一贯道对于尤其王道的精神，对于呢发扬中华文化，对于这个我们儒家的一个思想，可以说真用心、真认真。真付出阳光，咱一贯道的父亲，大家为这个社会来贡献、来付出，来如何来净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心灵，以及让我们的社会更祥和今天呢，真欢喜来参加咱30周年的一个感恩大会，希望就得由我们一贯道的道亲能够注入。以及对社会产生一个良性，以及让我们社会更美好，让我们的这个可以说社会更安全，大家呢更和谐，让我们为台湾大家来拍拼底下在此就有这个机会，大家这里祝福30岁的一个生日，我们一贯道未来的道业精进。祝大家法喜充满，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感谢。